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台文通信读册会第2回。我是猫豆，阁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嘉阿明。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一举办。阮这礼拜竞选出来的文章有2篇。第一篇按台文通信讲起，作者是段正武先生。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特刊第289页开始。线顶第10期第4页开始。第2篇，你愿意继续做一位青面牛？作者是蔡正良先生。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特刊的第362页开始，线顶第43期第3页开始。无在的朋友会当伫这个空间顶面找到连结。若是我有啥物所在讲毋对，欢迎大家甲我指正，互我会当尽量改过来。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到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段正武先生来甲我分享伊写的这篇文章，阁有即马搁再看到30当前这篇文章，敢有啥物感想？即马欢迎段正武先生。Hello。嘿，你好。OK。大家好哈，我是段正宇啦，段正武。其实迄当阵伫洛杉矶大家拢叫我 James 啊，James 段。OK。迄篇文章已经30当过去啊，对我来讲迄是一个要讲最有纪念性的一篇文章啊，因为讲我有写一寡迄个对这篇文章的迄个要讲回顾啦，这个恁手头迄个文我有小可改啦另外阁有伫迄个文章的顶悬阁有加一寡我的感想嘛头前就是有两改我伫迄个 FB 就是迄个评测我有大两改所以我先来读迄个我写的啦30当过去啊，认真甲回想，煞惊到这篇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台文的文章，同时呢，嘛是我所写的甲台湾建国独立有关的第一篇文章。迄年是1991年，1992我伫洛杉矶发起了活动会，这就是最近打一届啦我搁写的下骹就是我2018迄当阵的大这篇文章嘛搁写遮2018的回顾讲起来嘛算真奇啊！这篇台文所写的，竟然是我这世人的第一篇甲建国运动有关的文章。迄年是1991年，我还搁住咧洛杉矶。迄当阵，陈良光先生创办台文通讯也无偌久。这篇是为有一摆，伊甲我讲要点外钟的电话来的。迄当阵还阁无手机拢是靠迄个市内电话。因为讲煞无2工，伊就寄这篇的草稿互我，叫我家己修改，后来就发表伫台文通讯顶悬。我袂记得是第几期差不多有听到是第10期啦应该是伫前10期以内就用我的名准做
作者。27冬过去啊，台湾也未建国成功，这是迄当时我无想到诶。相信梁公兄嘛是吧？这是迄个2018年写诶。好啦，下骹就是迄个这篇文章30当前写。我是台湾通信忠实的读者，每个月收到这份薄薄的刊物了后，每一篇我拢真认真读，甚至有诶较趣味的文章，我拢读几啊摆，我拢读几啊遍。我想我过去的朋友若知影我即马对台湾遮尔啊入迷，一定会感觉真着惊。是安怎一个讲着台湾话滴滴嘟嘟的外省囡仔，搬来美国了后，煞变做多？迄通常我是标准的外省囡仔，阮后爸是河南人吼。毋是迄个荷兰啊，河南。老母是上海人，我自细汉伫厝内所使用的语言就是国语，但是因为我是伫屏东大汉的，我会记得我伫5岁入学以前的时，我就学会晓讲台语，但是读国民学校高中的时，就真少有机会讲台语啊。迄阵虽然大部分的同学无啥会晓讲国语，但是老师规定伫学校敢若会使讲国语，不可以讲方言。即马回想起来，我迄当阵有淡薄仔的优越感，国民学校上国语课学 ㄅ 的时，我就感觉我比其他的同学学较紧。演讲比赛的时，我往往是班上的代表，无形中我煞感觉我比别人较贤。即马想起来，我这份优越感实在是建立伫我遐的国语讲袂好势同学的自卑感顶悬。伫我家己，对我的同学，拢毋是健康的现象。若想较斟酌咧，台湾的国语政策实在是一个语言族群的基石政策。到高二的时，我有一阵真好的本省朋友，才搁开始有机会讲台语，但是大学时代到台北读册，因为兴趣的关系，所交的朋友拢是一寡留长头毛、唱热门音乐、自认先进的少年乐手。这群人的特色就是赶流行，永远要行伫时代的头前。因对语言的态度嘛是要赶流行。迄阵台语伫因的心目中是落伍的记号，就安尼我的台语就愈来愈退化。到一日，我拄着一个阿婆用台语甲我问路，我先来想要用台语甲伊回答，嘴煞讲袂出来，我惊一条，附一个无讲台语，伫不知不觉的中间，我煞甲我囡仔时代，搁会简单讲几句的台语袂记哩，变做一个敢若会晓讲国语的国语哩。想要好好学台语是我来到美国的代志，这可能牵涉到我搁要重新创作音乐，也可能甲我思念故乡的心情
有关系。我开始思念台湾，探讨台湾社会种种的问题，可能要感谢我伫美国熟识的大陆民运人士的朋友。若毋是因的栽培，我可能永远毋知影我是一个台湾人。2年前，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了后，有一群中国民运人士逃难到美国。我做一个台湾来的中国人，当然对因的处境抱着无限的同情。我开始关心因的生活，做因的好朋友。阮有好的交陪，尤其是讲到人权的理想、民主的理念，常常互阮讲到三更半暝。但是互我较担也无法度接受的，是当因讲到台湾的时，迄种阿爸的心态，真奇怪。一个人权的导师，还是导师，特别安怎念？民主自由的追求者，对台湾人要出头天的代志，竟然有无共的标准。这件代志互我思考真久，也互我真深的自我反省。敢真正中国人对台湾的问题有一种潜意识的压迫，以到连优秀的中国民运人士也无法度对台湾的问题做客观的分析。敢有影用中国人的观点，真正无法度来了解台湾的问题。我按迄时开始读台湾历史，开始关心台湾文化的问题，也按迄时开始，我决心要甲台湾话学好。年外前，陈明忠派一支记者，穿一双衬拖来美国走唱。迄就是1991年啊的代志，1990年啊，来洛杉矶。好，伊的歌触到我的心，刺激到我音乐创作的意念。几年前，我是一个音乐少年，一群留长头毛的朋友想要用音乐征服世界。一时，侯德健甲罗大佑介绍，也有伫阮的中间。其实这是这是中公兄伊无听清楚啦。但有侯德健啊，罗大佑是无啦。因为少年的我，甲因无共款，是一个毋肯妥协的理想派的作曲者。我按我的感觉，我的生活出发，写的大部分是有关学生、补习班、台北的交通等等的主题。结果新闻局审查拢未通过。最近有看到有关陈明忠的介绍，才知影伊较早嘛有共款的问题。伊真侪7、8当前的歌，到今仔日才有法度出版。较早嘛毋知影是为啥感觉，较早嘛毋知影是为啥会，为虾米？我对我所写的歌一直感觉无法度达到家己的理想。听到陈明忠的歌，才知影听到陈明忠的歌，才知影问题出伫倒位。陈明忠的作品按土地出发，代表着一群人的生活甲感情。听陈明忠的歌，会当听到台湾土地的吐气，感受到台湾人的欢喜甲痛苦。我少年时的作品，按我家己的感情世界、家己的生活出发。迄阵我还阁是一个食饭空中的学生，生活甲社会脱节，家己阁有
甲客观环境处理真大诶国家认同，写出来作品当然无法度掌握着台湾社会诶命脉。离开故乡诶人才会晓怀念故乡。对我来讲，是离开故乡了后才知影故乡倒位。最近我真精读有关台湾历史文化诶文章，愈了解台湾，愈想台湾，也愈了解我做一个台湾人应尽诶责任。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其实离开大山去了后，都毋是啊吼。伊转来台湾了后，我拢无做着音乐吼。台湾意识诶觉醒，互我发觉到我过去诶作品无法度通破诶盲点。我要搁重新出发，用台湾土地语言来写土地歌。一年前，王金昌医师伫太平洋时报开设台语教室，我积极参与。伫遐，我学习到日常生活所用诶台语，但是我所爱学习诶台语，毋是干那安尼就有够。日常生活所用诶字眼有限，袂当满足我用台语创作歌谣诶需要。即时阵，我开始接触到台文通讯，头2、3期，我读用汉语写诶台文真吃力，后来愈读愈紧，即摆已经读甲真顺口。有诶文章我读几啊摆，愈读愈有味，互我感觉我诶台语进步诚紧。若要用台语写出好诶作品，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定爱用台语思考。读台文通讯除了互我台语诶语速增加，台语造句诶能力加强以外，上大诶好处就是帮助我用台语思考。因为读台文写诶文章一定都要用台语来思考，读着才会顺口。其实咧写诶时阵佫较是安尼一定要用台语思考，才会当写正港诶台文啊。我写这篇文章诶目的，毋是要替台面上诶录音带，也是台文通讯广告，主要是要鼓励甲我有共款语文背景诶人，积极来学台语。勇敢来面对台湾的社会，同时也来告别我个人中国时代的结束，对当开始，我是一个勇敢的台湾人。其实这个草稿是地龙公先生伊咧写的时阵就是照我迄当阵伫迄个电话中甲伊当咧开讲就来来回回啦差不多就是甲我的口气都差不多啦但是当然伊所写的台文是比我较水啦尤其是讲我迄当阵拍台文是足紧诶，伊讲我你讲起来话头长，我学台语甲一般人拢拄啊好倒平啊。我是先学会晓读，先学要安怎读，尾才会当开始讲诶。拄开始诶时阵听是无问题，但是讲是完全无法度啊。标准诶外省囡仔，自细汉，可能迄个幼稚园诶时阵，抑阁会晓讲台语啊。因讲到迄个厝边佚佗嘛，咧耍嘛。应该是小学以后
就毋捌咧讲啊嘛。伊到大学到出国，就毋捌咧讲台语嘛。所以拄仔开始咧学，讲听说读写这听是 OK 啦，但是讲根本就无法度袂晓讲就无可能写嘛。所以讲我拄开始的时阵是为读台文开始的，读台文来学要安怎讲差不多读要2-3个月吧，开始甲朋友安尼练。就讲开喙讲台语然后就是讲，我是先会晓读，才开始讲，才开始咧写。我迄个顺序，是安尼啦。所以差不多就是较早的这种短篇句的故事，就差不多是安尼大概啦。好，多谢大家。真感谢段静武先生的分享。其实伊这2天是出去佚佗，因为阮的邀请，伊特别拨工来参与甲咱分享。伊伫旅行当中，搁来参与即个读册会，互阮感觉真感谢伊，嘛真感动伊的用心。真感谢你。阮知影即摆是你的休困时间，你若是因为你这2天是咧佚佗嘛，你若有感觉淡薄仔忝，你会当先休困。OK。嘿嘿。你若愿意会当，你若愿意要继续留落来听阮读第2篇文章嘛，真感谢你安尼。OK， 谢谢。迄个蔡正良伊是，然后我的迄年啦，1992年我就伫迄个 Houston 甲伊有见过面迄个台湾独立联盟的迄个较早的老同志啦，但伊已经无伫，已经过身了嘛。拢叫伊蔡头菜头蔡正良先生嘛，蔡正元还是蔡正良？蔡正良先生，蔡正良。阮刷落来要继续读伊的文章安尼。真感谢你你若逐礼拜有闲，拢会使来参加阮即个读册会。真感谢你的分享。OK， 谢谢。即马咱要开始来读第2篇的文章。现场敢有人要报名，请毋通客气，会用伊听到大家来读文章，是阮办即个读册会上欢喜的代志。读了，咱阁会当来讨论一寡语词，互大家感觉来即个读册会会当听到前摆的文章想法，阁会当学到物件。讨论的语词，阮会放伫个网站顶悬。第1回读册会的内容已经整理好毋过才真辛苦，伊起了即个读册会的网站，阁有阿明小加录音制作。网站的网址会当看我顶伫我推文顶面的头1篇文，欢迎大家去网站看卖。若是要报名的人，请举麦，莫客气安尼，试看卖。大家做伙来读文章。大家好，我是小嘉。我毋是要报名，我是要点名，因为拄则我有看到梁子伊有举麦，毋过即摆阁无去毋知发生啥物代志。伊敢有法度继续讲？除了梁子以外，其他的人因为这篇文章有13段，我甲伊分做6趴若是你愿意加读嘛是会使，若你要读1段嘛是会使安尼，看恁家己的意愿安尼。我有看到顶届有读的2位朋友读了真好诶。梁子，敢报名？
迄个人有人要读的，互因先读，啊无我伫遐读。啊，嘛会当有人先报名。啊，即位朋友还是顶摆读足好。还是我念遮第一段。敢会使请你先自我介绍，因为顶摆你自我介绍我拍转去啊，真歹势。哦，真诶哦。真歹势，我是迄个台南七股诶人啊，对。啊对，顶摆有人拍灯，我毋是讲足久诶。毋是，就是你自我介绍时阵，我敢若听着台南七股人啊。你是要安怎称呼啊？叫我有时，这是我诶网络名。你会当佫讲一摆无？有时安尼，我诶名顶悬都有写。有时。对。有时就是囡仔诶时阵，捌有去比过演讲比赛。啊，后来吼，伫读高一诶时阵，有拄着一个同学，啊，因厝是教会嘛，啊，为迄边甲白话字学转来安尼。安尼。啊，渐渐对即个台文即摆诶现况有了解。对。安尼好。啊无，我会使讲读第一段、第二段。好啊。好嘛呢。文盲，你是咧起笑？讲我是文盲。我当是大学毕业，我是知识分子，我有博士的学位，我是医生，我是律师，我是真有学问的人，我哪有可能是文盲？一般讲，咱大家拢受过真悬的教育，但是这个教育过程是外来食品政权互咱的教育，真歹运，50档的日本实名，佮补50档的落伍中国文化教育。将咱台湾人的根斩断，咱煞开始惯势行做自然，咱煞无去想咱敢是一位真有知识的台湾人。我头仔原本想讲要甲即个文盲翻做青梅牛的，想讲调念落去啊。我感觉 OK 啦，若是甲文盲读做青梅牛是无问题。对啊，我嘛是感觉安尼听起来较顺，直接翻听起来怪怪。我搁念一段好啊。迄个青梅牛的定义大概是会晓讲，但是袂晓写，也袂晓读。这款代志我最近开始有深深的感觉，忽然间家己感觉真歹势。火头食遮济啊，竟然无法度用家己的母语写心所想、喙想要讲的话。原因出伫倒位？因为咱被强迫用外来的政治语言去思考、去学习，把咱失去用咱母语写作的能力。也因为少人写，咱读台文的机会嘛少，所以咱大部分的人是咱母语的青梅牛。你敢有同意？好。读了真好，啊，无就安尼。感谢。咱是要继续，还是先针对迄有时伊头前读的迄3段，有一寡字可能毋知大家有问题无？其实我家己读起来嘛，感觉无啥顺，因为迄个。敢会？我感觉真好啊。我是感觉，我应该是讲，伊即个写法有诶是，就是较学得用台语念安尼。我毋知影讲即马现场有伫听的推友啊，就是恁看迄个稿，就是看迄个文章啊，听咱有时安尼伫咧读的时阵，你有啥物问题无？有倒一个字你感觉会使摕出来讨论一下？譬如讲，我是有听到一个字啦，毋过毋是毋对，就是可能有其他的腔口。第2段的第3纸，较后壁迄个你拄则是讲斩断对。斩断OK。若是我读，我会读斩断啦，对。毋知大家有啥物其他的想法无？海米老师请讲。我要讲迄个拄则头一句，迄是我懂。我懂。是啊，迄只我会记咧。佮有迄个，册内底是第2拍的第3纸，迄个斩有合喙斩断。斩
跟我等下有合吹问的，我念伤紧啦。敢佫有其他的人有啥物问题？歹势，我拄则佫看到一个字吼，就是第二段的第二段，迄个真不幸。我毋知影你拄则是安怎读的，你敢若拄则毋是安尼读的？我应该袂记因为我头仔念伤紧。哦，你敢佫会使，这三个字敢会使佫读一解？真不幸啊！因为我袂记我头仔是安怎念的啊。我嘛袂记啊，咱遮有迄个录音。头仔人听有无 OK，感谢，安尼领导咱继续。好啊，刷落来敢佫有两字。其实我家己的经验，我伫10年前就发现我是一个家己母语的青面牛，但是我拢无勇气，毋敢面对现实，毋敢承认我是一个青面牛。10年以后的今仔日，我感觉时间实在真迫切，咱的母语已经甲面临灭种的地步。如果咱无尽一点仔力量来保存咱的母语，心内真不安。当然，每一个人神经线大细条无共款，有的人较有忍耐性，所以咱面临真大的困难。神经线大条的人，伊无所谓，照常是国语家庭，敢是这讲起来是爱念华语嘛吼？的知识分子。但是反抗性较大的人，就认为要做台湾人，就爱讲，就爱写咱的母语。若是有人禁止咱讲台语，就是禁止咱做台湾人。现主时，虽然表面上已经无禁止台语，但是无形的禁止，这是严重的代志。这个无形的禁止，是外来殖民政权用强迫教育制度所稳固定型的结果，所以要安怎挽救咱的母语，就需要较侪人觉醒。咱是一阵受殖民政权陷害、失去用母语写作能力的族群。只要咱认清咱的处境，愿意为着保存咱祖公的遗产母语，尽一点仔力量，咱就有希望。以上。感谢两字。大家对这两趴讲有啥物事感觉要提出来讨论呢？海比老师请讲。拄则梁志有讲迄个国语家庭，敢爱迄其实早期台湾通信伊用的符号内底伊无固定讲啥物所在爱读做中国语的，就爱家己看前后文判断，做遮补充。好，感谢海比老师。感谢。大家敢有听到啥物事会使提出来讨论呢？嘿，无一定是毋对，可能是无共款的讲法。嘿，对，因为咱台湾的腔口真济，若是讲伊拄则读到的字，甲你的认知内底敢若是无共的，会使提出来讨论一下啊，嘿啊。迄个来请讲。363页迄个第一趴的最后一个，愿意为着保存咱祖公的，我较多念遗产，但是我有当时仔嘛会去读遗产，这个部分毋知安怎读较对。迄个我嘛是念遗产。海比老师请讲。遗产应该无伊这音啦。了解。啥物意思？歹势，我听无呢。遗产是无为即个音哦，还是？无伊迄个无遗产。无遗产是遗产安尼。好。我其实有看到一个字吼，伫第4趴，迄个咱的母语已经到
你是讲你拄则读面临嘛？灭种，我是读面临嘛。拄则两字你是读面哦，面面哦。其他诶人嘛是共款拢读面，还是面临？我是读面临啦，面临。面临吼。嗯，好。所以这应该是会使算做是腔交叉啦，对无？还是讲面无正临，当？我无查到面临诶，我敢若查到面临。迄个面应该是地位音吼。哦，我查书顶是查面临嘛，毋是面临嘛，无查到面临即个词啊，互大家参考。感谢。个人用字是，我毋知影是毋是恁兜若是有伫读着即个字诶时阵，拢是伫读面。阮就提出来讨论安尼，互你参考一下。感谢。好，安尼若是无问题，是毋是咱阁继续第7、第8趴？开始第6趴，第6趴讲，歹势。第6趴讲人要读。奥斯卡，你顶甲有读，今仔日敢要读？勇气敢要试看觅？阿英有要试看觅无？还是咧无用？杯你敢有要试看觅？莫妮卡，莫妮卡你好，莫妮卡你敢有要试看觅？还阁有迄个植入遐，是毋是？伊咧，即个欧白诶相片诶，迄个，迄个radio，即摆点名以后，即一人要验歹呢，袂歹。即摆敢听会着？有听到。吼，我即摆上班，我偷仔读一点嘛。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敢好？我是 Gary 吼，我今年34个。我是对囡仔讲台语迄边来就是自我查某囝出世了后，才来学习台语文。我即摆学白话哩，差不多2档的时间。有参与一寡就是台文通信进前30周年志工的活动，所以讲你若去志工的 list 内底嘛，会使找着我的名，我叫做铁路安尼。即摆新的工课，即摆新的工课就是咧做迄个台语数位化。咧甲几本的台语大书店内底拢家去。黑米老师，这敢袂使讲，这会使讲吼。因为这拢是我拢缀黑米老师的计划啦。我感觉这是真有意义的活动，所以讲即阵就是咧无用者。第二，安尼第二要来甲阮读1趴还是2趴拢会使？好来读一点看。台语有啥好处？以前我无机会去认真欣赏台语，最近有接触袂少台语文学的作品，愈读愈爱读，也渐渐了解咱以前所读的是中文作品。经过我台语的思考以后，真侪观念甲感受，实在是走前去啊！也无怪有人讲，真正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用家己上熟悉的母语，描写咱身边上熟悉的代志。这种的描写，如果经过失明健全的语言，当然是无法度传承。最近台语的作品愈来愈多，我因为初初享受到台语文学的水，利用这个机会报告最近我所读的一寡台语文学作品，食好斗相报。希望较侪有心的台湾人愿意为着保存咱的母语，为着欣赏咱的母语，大家来读台语，大家来写台文。读得真好，真感谢你。大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的吗？
我是无看到啦，毋过感谢 Garrick 来读即段两趴甲咱分享，因为我知影即马咧上班讲话较无方便吼，所以感谢你的参与，感谢，真感恩。感谢。第8趴到第9趴，其实这2趴较长，所以你念1趴嘛是会使，敢有人要报名？有行吗的朋友，拢会使试看觅。我即摆互大家10秒钟的时间小考虑一下吼。我歹势，我拄则迄个 Garrick， 你第6趴的头一紙有一个字，我感觉是腔口差吼。啊，你读最近，啊，我嘛有听过最近啊，吼，互大家参考一下。以上。奥斯卡。嗨，我来试看觅。好，感谢你。是为有人讲迄趴开始对。啊，奥斯卡，敢会使请你自我介绍先，自我介绍一下，真歹势。我就是我号做阿斯克啊，我即马咧做研究，就是伫学校内底做研究安尼。啊，我毋知爱介绍啥物呢？就是我熟悉台文是嘛是去美国读册，那像头拄仔迄篇文作者写的共款，歹势我袂记伊名，但是就是去美国读册了后，才开始甲台文，应该讲甲台语捡转来，才慢慢明白讲有台文即个书写的系统安尼，才开始慢慢来学安尼。拄则迄是段静武先生哈真感谢你即摆会当开始读。好，有人讲台语文真歹读，读真慢，但是这是过渡时期。我经过一段时间，1、2个月的练习了后，就感觉愈爱读，亲像咱少年时代咧背武侠小说，真正是会着迷。目前我所看的文章，大部分是用汉字写的，内底有掺一寡罗马字，但是咱应该免去管伊用啥物方式，只要将你的想法、看法，用你的母语表达出来，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对我影响用大的作品是陈雷先生所写的《永远的故乡》，这是伊的台文文学选集，内底有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等。陈先生所描写的人物甲用词，真正是台湾味十足的作品。伊的作品，互我深深体会到以前所读的大部分作品，拢是翻译作品。因为用台语母语所写的文章，才是真正无经过翻译的文学作品。这种感觉是直接的，是传承的。其实，这个感觉就是咱一向坚持推广台语的感觉。为什么咱甲另外一位台湾人交谈的时，咱毋捌去用中文还是英文？因为咱讲袂认真，讲袂爽快。这款感觉，今仔日我为读台文文学深深感觉到，嘛希望互较侪人知影咱读国语的享受。以上。真感谢你大家有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的无？小嘉请讲。感谢奥斯卡来替咱读这2趴吼。第8趴的第3纸，第一个武侠小说，我会安尼读因为你拄则敢若迄个武侠的侠有读毋着，你敢会记你读啥？我可能是读武侠，就是开互欢喜看戏。
嘿对，就是武侠小说嘿。大家敢有同意我讲的？然后是有同意的，使互我一个爱心无？对啊，还是讲有其他的哈？好，感谢。搁有共款迄阵后壁吼，华裔讲着迷啦，其实即个字阮之前有讨论过，就是咱咧读册会之前有小讨论过。我感觉安尼直接安尼甲伊翻做，敢若怪怪嘿。我若是我要读的时阵，我可能会读刺眉，毋知大家敢有其他的意见？李白啊，对。立眉，嘛是会使，对。搁有，其他人敢有听着啥物字，会使提出来分享一下？迄个，一款哦，当然去哦，迄个北京去哦，影响着啦。像讲迄个研究吼，应该要有迄个研，毋是研究啊，研究啊。哦，好，要紧，来梁志请讲。我嘛是共款迄个问题，较拄仔研究的研对无？搁迄个台语的语，迄个录音的部分吼，即马足侪人拢会讲研究台语，即个部分可能大家爱注意一下。研究，个啊，研究台语个。对。第二请讲。是高谈，毋是高谈，就是谈的音嘛。迄个为虾米咱甲另外一位台湾人交谈的时阵谈？好，是倒的音是谈？倒的音，对。好，了解。搁有我搁有即个字吼，第九趴的第三纸，真正是台湾味，什么的作品，你敢会使搁读一解？真正是台湾味色字，袂晓。来，互即马在座的阿明来，请讲，迄字要安怎读？好，我是阿明。迄字我来读十足。十足。敢有其他人有啥物无共款的意见？是啊，我嘛是读十足啦，对，感谢分享。安尼敢搁有其他的问题？我对迄个第九趴第二章台语文学的选集，我毋知。是应该读选集吗？其实因为我袂晓读，所以我大概请问一下。我是读选集呢。选集。我看一下。选集。好。我是无看着文章啊，但是我咧应该就是迄个应该是节啊，选节啊。这个字是八声。一个车叫一个迄个口叫迄个耳啊，迄个选节。无共字啊。我是讲迄个伊即马写的字和安怎讲？要第啥物字来？集中的迄个集啊。如果我无看着文章啊，迄是选集啊，安尼就是集中的迄个集啊。选集，一个写无共款字，就是迄个车，倒边是车嘛，正边是一个口，搁一个耳啊耳。头拄迄个音，伊是八声。集呢？哎哟，集啊！选集，南投一个地名叫集啦，对，哦，对，集。好，感谢，敢搁有别个事？专门这选集的这个集，甲
华语迄唱片迄专辑迄个字，敢是共一个音？我头仔查的是，拢是接的迄个音，拢是接。嗯，了解，感恩。好，安尼应该是无其他的问题啊，吼。安尼应该是安尼咱无剩上尾啊，剩4趴，而且袂讲足长诶，敢有人愿意出来读？啊无我读。好啊，来阿明请，先自我介绍一下。对，先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阿明。我打白话字较无一档，正搁咧学习。我南投人，正常咧做工课安尼。迄个我剩诶拢读了，还是安怎？因为剩诶其实无读，所以你就一个来读，我请。阿明，你无开麦哦。歹势，拄仔关着。其他我读4本汉字诗刊第1、3、5、6期，内底有真侪论文甲台湾史，对台语所谓的有意无字的讲法有真好的说明。其他我嘛看一寡台湾文摘所编的台湾经典笑话、台湾囡仔故、台湾特案等等。目前我毋敢讲我读的速度真紧，但是我读的是心肝真爽，因为我所读到的是直接的感受，毋是中文的翻译。我有真正感受到台湾的文学。台湾通信嘛是我真爱读的月刊，特别是发言人的话，对台语政策甲咱台湾独立问题的讨论，常常提出真无共的看法甲论点。以上是我个人的觉醒。我问家己，我敢是咱母语的青梅牛？我愿意要来克服咱目前的困境，嘛希望更较侪人来参与挽救咱母语。大家尽量推广台语，手写台文。有人讲无文化独立的台湾独立实在无啥意思。文化的独立完全看咱有法度创立咱高水准的文学、母语文学也无，这真是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真感谢阿明。大家讲有啥物字、啥物意思、啥物问题吗？会当提出来讨论。感谢阿明吼，你读了足好嘛，足顺的。我敢若有一个字，毋过我感觉这嘛是腔口差。我想要请教即马在座的朋友，第10趴的第2段上尾啊，迄字，你拄则是读说明对无？说明，我是读说明啦，毋知影其他人有啥物想法？只是我查，其实2种讲法拢有。其他的人是安怎读的？敢会使讲一下？说明，我是说明。说明。我嘛是说明。对啊，说明。无人要投我一票。迄个说敢若是小说较接用。是迄个说。迄个说是迄个发配音。OK， 感谢。阿明，你感觉会使读第10趴第3段迄个台湾？迄2字我就是袂啥会晓读，你敢会使搁读一摆我听？梁子请讲。迄个363页的倒边上下骹，迄个月刊，迄个嘛是月嘛是落音哦，月嘛是爱月刊。月刊。我毋知我有听毋对，我敢若听着月刊。月刊。以上。感谢梁子。阿明，你敢会使搁读一摆第10趴第3段迄台湾文？
伊讲其他我嘛看一寡台湾文摘，文这蝶，台湾文摘，文蝶，感谢。因为这字我真正袂想晓读。啊，大家敢还有其他的问题？好，奥斯卡，请讲。你头拄问迄台湾文蝶，下骹迄台湾铁，我嘛袂晓读。台湾则验电迄个。后面搁读一届，互阮听紧诶。我是读台湾铁眼电。台湾铁眼电。电。电。电下个电。电，台湾电电。这字有问题，是铁还是电？是铁下还是电下？我是念，两种拢会使。两种拢会使。好，感谢。大家敢有其他意思问题？还是有人要讲一寡？你感觉这篇文章读了，你有啥物感受？有啥物感想？有啥物感觉？拢会使。敢有人要分享？海米老师请讲。我先来分享一个，就是讲这个蔡正良这个人啦。但我对伊是无啥熟悉，毋过就是讲，你若有兴趣，就会使接续，就是册内底伫看后一篇，就是单瑞写的，毋管做母语文盲的博士，还是讲你若是有看迄个原刊的，就是共即期43期，就是拄好伊过身了出的一个，算做头前几页拢是咧对伊的回顾就对啊啦，所以你若对这人无啥了解，检查会使为即期落去看，就是你会知影讲伊大概咧做啥物代志啦。像伫刊内底后一篇即个单瑞写的，算对伊的回顾内底就有讲嘛，伊其实伫伊人生到上尾的时阵，其实伊就是人已经无啥爽快啊。毋过伊嘛是就是为着台湾的政治运动，也是讲母语运动，有哪算真拍拼啦。当然，若大家知影，就是讲伊其实迄当阵是伫迄个美国是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 Houston 支部的迄个算做会长啦。迄当阵其实伊伫迄个北美，迄当阵有算做创立一个叫做夏令会啦。这的资料吼，你若有手头有着看的，会使看686页甲687页，遐有一个就是世界台语文化营的一个过程。其实上初期就是1995年的时阵，伊伫北美遐，就是 Houston 的所在，伫遐创办一个叫做北美洲台语文夏令会，这个活动啦。这个活动隔当伊嘛是阁有继续办，嘛是共款号做这个名。第3期了变做世界台湾语文营，就刷转来台湾，就是台南的南军新遐。第4届了才定做世界台语文化营，一直到今，就是逐档拢有办，除了 SARS 甲武汉肺炎这2档停办，其他逐档拢有办。这件就是算做这嘛是促成就是台语文运动的一个主要活动，真重要的意义啦。这内底有，你若对这个营想要较了解，就是你会使去看台湾通信其他内底相关的活动，就是拢有加减有讲到。进前旧年我袂记伊叫啥物名，就是台湾人伫美国的台湾人协会，伊有办一个就是蔡正龙算做纪念会啦。这相关资料，就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去了解一下。伊算做伊较特别的身份，就是讲伊其实是台湾独立联盟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人。
伊算做迄当阵是美国本部的迄个主席啦。啊，迄当阵伊个足关心，就是台湾语文，到伊性命，就是到尾啊，就是已经身体拢无啥挡会牢。迄个时阵，伊个做拼死讲要学台语台文，啊，所以伊尾啊有写一篇，就是你愿意继续做一个文盲，这篇文章，啊，真无彩，伊尾啊就身体无好，就过身去啊，算足早就过身去。啊，所以我是感觉伊这个身份真特别啦，因为你若知影，你若有咧关心台语文运动，你会知影，其实政治甲语文运动，其实遮的人是无啥共诶，就是即两个议题敢若无啥法度囥做伙。你真少有看到讲，咧主张建国运动诶人对语文运动有足大诶关心热情，也是讲甚至愿意台语文书写台语文诶，即款人其实足少。所以大家若有兴趣会使去了解这个啦。我补充到遮就是。感谢海丽老师。我小可讲一，然后我印象中的迄个蔡生啊，我头仔有讲，大家拢叫伊蔡头啦吼。然后我熟悉伊就是199去到迄个 Houston 嘛，甲因其实就是去遐训练啊，即种大陆联盟吼，迄个新的迄个安讲就是新的名媛吼，去遐训练。蔡生互我感觉就是伊人是足漂泊的，讲话足爽快啊，伊款型啊，讲起来就是伫道明来讲啦，伊是真正就是要讲就是行动派啊，出钱出力当伊就是伫迄个种大多道明啦吼，就是有分迄个较东边的，较比赛迄边的吼，这两边啊，较东边的就是较老的吼，较加州遐吼，那就是较少年的。但是蔡头就是因两边吼，大家拢足接受伊嘛。算到伊伊嘛住伫迄个美国较中间伫迄个德州大家去迄拢会走去因的所在。拄好拄好就是讲伊有开迄个 motel 啦，所以讲就用因的迄个 motel 来开会嘛真正伊过身是足可惜啊，讲起来，不管是对这个独立运动啊，还是对美国的同乡来讲，OK， 到这。梁志请讲。要请教迄个段先吼，因为台湾吼经过遮济10冬来的迄个改验时期嘛，迄阵啊，迄个独立这个话题啊，是伫倒来算一个禁忌啊。包括改验76年改验了初期，因为台湾人算有哪去互国民党甲咱打了，真正足忝的，所以初期的时阵，大家嘛拢对独立这个议题吼，拢无啥敢讲起啦。像恁算早期的，嘿啊，早期的恁这先辈吼，恁迄阵啊，恁伫国外的时阵吼，我想要了解一下，恁伫国外的时阵，敢有去受到国民党政府因派去的职业学生啊，来甲恁打压这种情形？迄个足普遍啊，但是都留学生来讲啊，迄是一定拢有经过嘛。像郭美宏嘛吼，伊本地嘛完全无迄个要独立啊，即款的意识啊，嘛是去互因逼的啊。
本地是中国中国同学会嘛，结果伊要用台湾同学会时，其实迄个中国同学会根本就拢嘛台湾去的嘛，像即款的吼，就是伫迄个校园吼，这拢是足普遍的啦，拢差不多台湾的学生吼，除了就像我即款的，外省的完全无迄个台湾意识的，可能不就像迄马英九就是啊，较款啊。我吼是讲，我就去到洛杉矶啦，吼撞着台湾军的迄个册店的，去互因教死，头壳才拍开啊！为外省第二代开始有迄个台湾意识伫美国是安尼啦，讲其实你会足紧啊，就是你开始咧讲台湾的代志的时阵，就足紧就会讲到台独啦，迄变成讲必然的啦。迄个时阵差不多就1990进前嘛，就台湾遮就是乌名单咧拍破就台湾军啊，郭培荣因走倒来台湾时阵嘛，我是差不多就迄个世代啊，算讲较少年派就我自开始吼，都讲甲因台湾同样有接触，其实是因讲唱歌互因听，唱台语歌，尾啊变做讲就走转美国的迄个大学嘛，有台湾学生的迄个大学，我拢有去着啊。除了纽约无去尔，全美国拢有。所以讲我拄倒来台湾时阵吼，是足袂惯势的。我伫美国吼，种假使讲是台湾同乡的吼，就讲着迄个国民党啊，还是种独立建国啊，迄是足好讲的，足简单的。来讲来台湾吼。就免个讲什么蓝绿啊，什么民进党，其实我变成讲，拄开始的时阵啊，差不多至少嘛有4-5档，我做无法度适应的。我外省的你比我搁较中国啊，即摆感觉拄开始的时阵5-6档吼，真无法度。差不多就讲到遮啦，就是美国遐，互我感觉就讲遐的台湾人才是较像真正的台湾人的型啊，头壳在讲话吼，感觉但是我当然啊，我即摆是做适应台湾的社会啊，尤其是台语嘛退步啊，就住伫即个。天龙国嘛，大概第30档，其实我倒来嘛足久啊，我1994倒来啊，到即摆嘛差不多要30档了。好，谢谢。感谢啊，即摆大家感觉有啥物问题？其实迄个拄则迄个段正武先生迄。第一篇迄个按台文通信讲起啊，有一寡语词，咱嘛会使提出来讨论啊，嘛会使甲段先生做伙交流一下，嘿，因为大家拢大家拢学台语，我台语嘛无好嘛，段先生拄好有一寡话吼，拄好会晓讲台语，头袂好势啊，感觉做歹势。嘿。真欢喜你来分享，奥斯卡请讲。我有一个事想要请问大家，就是华语讲告白这2个字，到底是爱读，就是我有当时读了的，有人讲我伫咧讲告别，就是华语的告别甲
告白，这两个音我敢若小可分袂清楚，甲大家请教安尼。诶，来回答。梁志，你是要回答这个题，还是有问题？你若是有法度替咱奥斯卡解决这个问题，来，请讲。迄个告白吼，告白我会念告别，告别，啊告别就是告别，嘿。对，应该安尼。甲会当讲一摆，我听起来讲相像。告别啊，告别叫告别。啊，告白我会念告别。告别，对。是声调的问题是？对。哦 ，OK， 告别甲告别，嘿对，告别，嘿对。啊，较多传说文章遐搭吼，我有看到一个食饭卡中，啊，阮会念食饭啊中。嘿，对啦，迄句就是我伫美国时阵，伫洛杉矶的时阵嘛，我就形容互迄个龙兄兄听啊，迄是用迄个北京语讲互伊听啊，就讲迄个感觉啊，伊就讲啊，伫台语吼，即款的迄个囡仔吼，就是食饭空中远啊，才学起来啊，就迄个讲。迄食饭啊中就是讲吼，你若想讲啊，知者毋通做，知者毋知做啊。啊，就甲人戆戆伫遐咧孝饭尔。就日子过了伤好过款的啊，啊就人真正迄个社会啥款的完全毋知啊，就那个笑牙迄款的。啊，这句用了真水气。迄位老师请讲。歹势补充一下，就是拄则讲的迄个告别甲告别，毋是差伫迄个声调的部分啦，主要是迄个字母的部分无共。就是告别，就是比如讲你去人的告别式，迄个告别，迄个别是后壁是下方的下，啊若是告别，迄个别是白色的白，后壁是即两个无共。啊，其实告别这算作现代话啦，古早告别的意思是即卖公告的意思啦。这补充。那真感谢海伟老师。多谢。啊，大家感觉有一寡就是迄个。我头拄有注意到，就是大家人的迄个入声的声调关系，敢若无啥共呢。对啊，因为有的音我拢念较悬，像迄八声音我拢念较悬。啊，我最近发现讲，逐个人，嘛毋是逐个人啦，足侪人拢念较低，这可能是口口差的款。你是南部人对无？对。我知影南部人会读较悬，啊，较我北部会读较低安尼。啊，毋过这真正就是腔口差。对，补充以上。嘿，啊，我是有拄则迄个段先生伫咧读的时阵啊，有几个字伊讲伊袂晓读，啊，我会使踮遮摕出来，毋知大家敢会记诶？伫咧第三拍的第一节，阮老爸是荷兰人，嘿，啊，这字大家可能爱念较真足诶，因为这甲迄个欧洲的荷兰吼，迄个音调嘛无啥共，迄兰甲咱嘛是较无共嘿。啊，因为我住伫咧荷兰，所以我较知影即个荷兰甲荷兰嘿是无共诶。啊，搁有第四趴的第三节热门音乐嘿，敢有人即摆现场敢有人会使读即个字？你是讲热？就是这四字甲合起来安尼。无人要出声，阿明。热门音乐。嘿，对。好，感谢。来奥斯卡，请讲。这热门音乐伫台语敢有安尼讲？还是讲就是我伫好奇讲台语敢有来形容？对啊，这做明显的，就是为北京语来。
本地就是咱若北京语的迄个意思。咱若甲念做流行曲，安尼毋知敢好？流行曲，流行曲、流行歌拢有人咧讲啦，安尼翻译较好，因为这就是迄个 pop 吼，对无？英语叫 pop。pop music。对啊 ，pop music 安尼就是应该就是迄个意思。念流行歌会较好念啦。例如请讲。恁敢毋咧讲时行这个事？时行的歌呢？有，我拄则想着即字，啊，毋过安尼就变做是两个词安尼。来，黑米老师，请讲。就是若要讲，会使直接用一个热就好啊。啊，像拄则嘛有讲着迄个着迷，迄嘛是会使用迷就好啊。就是伫迄个用着迄个热门音乐，其实吼，迄内底有小可就是咧暗示啊，就讲咧唱英语歌的迄款的少年啊，做风神的吼，迄款型的哈，可能就是讲 pop music 讲声音啊迄款的。啊，阁有一个名顺吼，是第5趴名运人士，敢有人要读这4个字，读互咱听一下。大陆名运人士啊。嘿，对，大陆名运人士。当然。这4个字吼。大陆名运人士是6个字。要6个字哦。大陆名运人士哦，安尼哦。大陆名运人士。安尼应该是无问题啦吼。民众运动啊，民运。好，感谢你。民运书 ，OK。啊，阁有第6趴，阁有第6抓，一个人权的斗士。人权的，是啥物物件？道士。人权斗士。哦，人权斗士。权。无气音。人权斗士。人权斗士 ，OK， 多谢。权甲权是毋是两个拢有人讲啊？像迄个台北捷运的民权西路，还是民权西路？嘿，拢有收，无对。黑米老师请讲。两种拢有啦，两种拢会使。好，啊，敢阁有艺术，潜意识的恶霸。敢有人要试看觅？潜意识的恶霸。嘿，若无我要点名哦，安尼较好算，较刺激。我感觉即句无好念呢。来，咱阁有一位共同主持人吼，来，互你表现一个。来，请讲，阿明。来。潜意识这，我敢毋知要安怎讲呢？若讲无意识，敢会较好？无意识的恶霸安尼。啊，你若是直翻，你会安怎讲？直翻潜意识的恶霸。好，感谢。啊，拄则有一位新的朋友举麦，丹罗你好。丹罗你好。大家晚安。我来读看觅，敢是迄个正意识的恶霸？正意识哦。我是念尖的。尖意识。尖意识的，尖意识的恶霸，尖意识。应该就是阿爸啦，阿爸。尖意识，感觉有大家拢安怎念？还是即个词？敢若有，咱即摆已经听着3种无共款的读法安尼，真趣味。啊，毋过这可能嘛毋是算讲台语吼，我毋知呢，只是我较感觉较华语。感觉即个词敢若是因为收较后壁，所以可能无一定是台语。我是台中讲，就是外来语啊啦，变做台语的外来语。我想要借问头拄第2个读法是敢袂当阁讲一解？毋是凊嘛，毋是我咧袂记了。我拄则有写起来是正哦，
正正义我读正义性，正义性，知恩应该是知恩正，正，但所以了敢本条会使个读一摆？应该第三条了，知恩第三条。敢是安尼正业下骹呢？迄种敢不来迄词？背啥？背天正地迄个正。对啊，正啊对。嘿啊。正义性。嘿。我想要请。我无确定这是正确的，还是讲毋对。咱即摆使现场小问一个，有听过正义色的人，敢会使下一只手？是我的网络较慢哦，一支手拢无看到。但是我感觉读正义性这个词，安尼读敢若袂歹呢，因为潜意识就是 subconscious 嘛 ，sub 就是你毋是咧表层，是咧下骹，所以正地安尼会感觉我感觉袂歹着。好，感谢。第六请讲。因为这对华语来讲，我哪有外来语啦，所以讲你外来语你会用咱来想讲，本来到底是啥物字？应该就是 subconscious 无问题啊。sub 伫英文内底应该就是下一级的，还是下骹的。所以讲华语讲下意识、下意识的，是毋是？咱直接讲下意识较下台语开。以上。例如你拄则有长站，你上尾迄重点无听着下意识哦，下意识。下意识，我是想讲，是毋是直接讲下意识，就有下着原文啊。OK， 较毋免去想讲爱去对华语安怎，其实下意识 subconscious 安尼就有对应啊。我感觉安尼嘛袂歹呢。梁志请讲。迄个。对如这我赞成，我较拄有去甲迄个李振小甲显一个吼，伊是念占，只念占第五条，占意识爱占意识，占意识，迄是伫迄个，这算新词啦，伫台英啊、华台啊。收伫遮，搁台英交华台收的，伊这算较新的词。你若像台语遐搭无即个物件。你若像讲占意识吼，占意识就是敢若你若华语就是下意识嘛，是有即个感觉。以上。OK。歹势，我想要问，因为一般咱读迄落华语的册，讲下意识甲潜意识嘛是小可有真差的。下意识敢若是定听，应该讲看到咧写讲下意识反映啥物物件，毋过你袂去讲潜意识反映啥物物件。一般拢是讲咱要讨论潜意识的时阵，我较接听到人讲，还是讲。看到册内底写的是潜意识是咧大部分用咧真正咧讨论讲潜意识内底的物件甲安怎去运作。若是用下意识的时阵，大部分的时阵拢咧讲，可能是我拄着啥物状况的时候，我随反应一个动作，还是讲我随想到啥物物件，迄是一个下意识反应。大部分较接听着安尼去使用，甲咱真正要讨论所谓的占意识，其实我感觉是有真差。来，第六请讲。华语的迄个下意识吼，是毋是对英语是对着 unconscious 应该是无呢？所以讲其实是华语对了无准，因为在我认办内底应该是。无，还是体起来的意思，sub 是下骹的意思。感谢。敢阁有人要发表什么看法？好，咱敢阁有别个技术要讨论。来，奥斯卡请讲。我毋是要讨论啊，我是想要简单甲段生是第一个，因为你头拄仔讲遐多名的人啊，还是你遐生活，就是我去美国读册。嘛有经过
就是甲遐前辈人有较有交流啊。你头拄仔分享遐个代志，互我有想着我咧美国读册诶时阵，甲遐个前辈安尼较斗阵诶迄个过程，甲因诶迄个沟通还是迄个情景安尼，所以我想要甲因记一个安尼，毋是啥物要讨论诶，就是较短信息，对。谢谢，多谢。好，多谢奥斯卡。感觉有意思要讨论。好，安尼今仔日真感谢大家来到台文通信读册会第2回。后礼拜一，请大家会当继续来参加即个读册会。今仔日真感谢大家，真感谢段正武先生，真感谢海美老师，真感谢来参与的大家。大家晚安，大家再会。多谢。安安，再会。再会，再会，拜拜。再会。安安。再会。